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Lisa 的听歌学台语，我是 Lisa。为什么我一直讲台语咧？因为有真侪观众朋友拢一直问我，敢会当用全台语来教台语？我考虑了真久，嘛毋是讲袂使啦，只是我会记得蔡阿卡以前有讲过，伊若是鸦片咧，用较侪台语，看的人会会减少。所以我一直咧考虑，我是毋是要用全台语？因为看我鸦片的人诶，嘛毋完全拢是听有台语的台湾人，拢听有台语啊，敢袂过来看我的鸦片学台语？毋过无要紧啦，我的鸦片本来就无真侪人看，应该无差啦。咱就来做一摆试试水温，爱麻烦大家多多支持。做一个鸦片无简单，我若开10几点钟做出来鸦片，无啥物人看，我会哭死。好啦，安尼咱今日要来看的歌词咧是灭火器乐团的《勇敢自信咱的名》。这首歌咧是写互爸母甲台湾这片土地的一张批，歌词足感动的，希望大家嘛会介意。娃娃 TV 用恁送我的万能笔，将心内的话写伫批纸。出社会已经遮侪冬，毋捌对恁讲出我的感谢。我知影恁爱我，就亲像我爱我的囡仔。总有无限的疼惜，甲上深的寄望，是恁牵着阮的手，一步一步陪阮行，行过这个倒数的坎坷运命，悠然勇敢的徛伫遮，无论风偌大，阮的心袂震动。志气是你甲阮号的名，阮是骄傲的台湾囡仔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希望恁知影，阮上大的理想，毋是要偌好个，伫风风雨雨的社会。我一直真打拼，为清白甲尊严，为一家伙仔简单平安过生活。是恁牵着阮的手，一步一步陪阮行，行过这个倒数的坎坷运命，悠然勇敢的徛伫遮。无论风偌大，阮的心袂震动。志气是你甲阮号的名，阮是骄傲的台湾囡仔。攀过上悬的山，插入上深的海。自信、勇敢、自由自在，咱行出来，咱行出来，用咱的爱甲期待，甘心为台湾。是你牵着阮的手，一步一步陪阮行，行过这个倒数的坎坷运命，悠然勇敢的徛伫遮。无论风偌大，阮的心袂震动。志气是你甲阮号的名，阮是骄傲的台湾囡仔，自信勇敢的台湾囡仔。好，这是全部的歌词，咱即摆一句一句来看。用恁送我的万能笔，将心内的话写伫批纸。这个恁应该是厝里的是大人，亲像爸母。啊，万能笔咧就是这啦，钢笔。万能笔咧其实是为日本来的啦，伊因为头尖尖会当吸水，一支会当用足侪年的，所以叫做万能笔。啊，以前的士大人若是送四色万能笔咧，就是对伊有期待，希望伊会当好好啊读册；若是做业务的咧，就是希望伊会当一切顺利，订单一直来。好，啊批纸咧，就是咱咧写批用的迄个纸，迄就是批纸。啊，若这咧，这是白纸，因为是白色的，所以是白纸。大家敢会记得有一个政治人物伊讲过一句话，谁讲的？敢有白纸乌字写出来？好啦，用恁送我的万能笔。将心内的话写伫批纸，这句话咧应该是想要讲，恁若用爸母送伊的万能笔，甲伊心内的话咧写做一张批，要互因知影，表示足认真、足用心、真诚恳的咧写这张批。出社会已经遮侪冬，毋捌对恁讲出我的感谢，毋捌基本上咧就是你从来拢无做过的代志，亲像我毋捌出国过。也是我毋捌食过榴莲，因为臭臭。啊，毋捌咧，阁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无熟悉。亲像我阿公阿嬷因就无读过册，所以伊就毋捌字。也阁有啦，若是有一个人你无熟悉，你嘛会当讲我毋捌迄个人，你嘛会当对迄个人讲我毋捌你。好，啊，出社会已经遮侪冬，毋捌对恁讲出我的感谢。这句话咧，应该是咧讲一个差不多已经30几岁以上的人啦，出社会遮侪冬，无可能才20出头嘛。啊，这句话咧，就是咧讲咱的爸母咧，自细汉伫安尼甲咱念，聊到咱遮尔大汉，真少有人会对爸母讲我爱你，表示感谢的。尤其是查甫人啦，可能较避暑啦，无像查某囡仔较大心啦。亲像我咧，我咧常常咧甲阮老母揽的讲我爱你，伊拢感觉我足烦的。我知影恁爱我。就亲像我爱我的囡仔，
总有无限的疼惜甲上深的寄望。寄望其实就是寄予希望、期待的意思啦。父母咧将伊的期待寄予伫囡仔的身上，希望因大汉了后咧会当做伊心目中想的迄种人。好啊，即句话咧应该是咧讲天下父母心嘛。父母咧拢用因家己感觉对的方式咧爱因家己的囡仔，因总是拢为家己的囡仔付出足侪的爱，有足侪的期待。是你牵着阮的手，一步一步陪阮行，行过即个倒数的坎坷运命。坎坷的就是无顺啦，一般拢是用咧讲人生过程无顺利啦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歹命啦。就是因为歹命，人生才会袂顺，啊是应该颠倒变啊。因为袂顺，所以才歹命。好啦，啊，即句话咧，应该是咧讲咱伫咧成长的过程，父母一直伫咱的身边，牵着咱的手，慢慢咧陪咱大汉。咱做伙行过即个倒数坎坷的运命，倒数咧就是台湾嘛。咱台湾行到即摆会当发展成安尼，是经过真侪坎坷的历史。亲像空袭啊、228啦、戒严啊、地动，才台湾人袂使放袂记的种种悲伤历史。有缘勇敢的徛伫遮，无论风偌大，阮的心袂叮当。叮当的，就是我家一个物件为原本的所在摕走，我就是咧叮当即个物件。另外，亲像我即摆安尼，我嘛是咧叮当。啊，我即摆安尼就是无咧叮当。咱人若活的，咱就会叮当。但是死啊咧，就袂叮袂当。阿弥陀佛。好啊，即句的意思咧是咧讲，无论发生啥物代志，咱的心拢袂变，共款拢会勇敢坚定的徛伫遮，甘心为着即个家为台湾咧拍拼。志气是你甲阮号的名，阮是骄傲的台湾囡仔。号名咧就是取名字啊，亲像 Lisa 即个名咧，就是我幼稚园老师甲我号的名，菜车名啦。啊，你若是生囝咧，你就爱家己号名，啊无袂当报户口哦。好，啊，骄傲咧，就是你做一项代志做了真好、真成功，你也是你身躯边的人拢会当为你感觉骄傲。就亲像即摆台湾的少年囡仔，伊去外口讲棒球，摕冠军倒转来，因就是台湾人的骄傲。佮亲像我读到美国的伯克莱大学，我就是阮爸母的骄傲。啊，你若是真善良，你拢捐钱去帮助一寡善家人，你嘛会当为你家己感觉骄傲。好，啊，即句话咧，应该是要讲吼，咱台湾人爱有志气，袂当辜负这片土地对咱的期待。咱爱为咱即摆有的一切，咱的自由感觉骄傲，爱做骄傲的台湾囡仔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希望恁知影，阮上大的理想，毋是要偌好个。伫风风雨雨的社会，我一直真拍拼，为清白甲尊严，为一家伙仔简单平安过生活。好个咧，就是有钱发大财啦；啊，拍拼咧，就是认认真真做工课啦。好，啊，即句话咧是想要讲吼，囡仔想要互因爸爸妈妈知影，伊伫即个社会认真拍拼做工课，毋是为着要好个、要大富大贵、要发大财，伊敢若是想要清清白白、有尊严的守护伊的家庭，平平安安、简简单单过生活就好，平凡就是幸福嘛。攀过上悬的山，插入上深的海。自信勇敢，自由自在，咱行出来，咱行出来，用咱的爱甲期待，共心为台湾。共心的，就是两个人，也是一群人，为着共一个目标咧，做伙咧拍拼。人俗语咧讲，兄弟若共心，乌土变成金。好啊，即几句话咧，应该是咧讲咱上悬的山嘛爬起哩过啊，上深的海嘛落去过啊。咱拢已经攀山过岭，啥物困难拢已经过啊，已经无啥物困难会当过来阻挡咱啊。所以咱要活甲自信、勇敢、自由自在，爱行出来，用咱的爱甲期待，做伙为台湾的未来拍拼。好，其实我感觉这首歌咧，因是想要甲所有爱囡仔的父母讲，爱为着囡仔的将来设想。囡仔想要爱的，毋是大富大贵，只是要平安自由的过生活尔。囡仔会大，父母会老，恁无法度陪伊行一世人，莫因为当初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毁掉囡仔甲台湾的自由甲未来。咱台湾囡仔嘛爱勇敢自信，为着咱爱的台湾甲未来认真拍拼。好，安尼这首歌的意思，大家拢有了解啊吼。安尼，咱即摆就来复习顶悬一寡字。万年笔，父母送我一支万年笔，恭喜我考调大学。批纸，请问遮敢有诶卖批纸？毋捌，我毋捌出国过，我毋捌你。坎坷，伊诶人生足坎坷诶，自细汉就过甲足悲惨。
叮当，你徛伫遐莫叮当，你莫叮当我的物件。户名，我的名是阮阿公号的。Lisa 是幼稚园老师号的名。骄傲，我的成就就是阮爸母的骄傲。好囝，我台名足好囝的。拍拼，我足认真拍拼咧做工课。共心，兄弟若共心，乌头变成金。好，安尼以上的就是灭火器乐团的勇敢自信咱的名。大家感觉安怎呢？是较介意这种全台语的方式呢，还是用国语解说的迄种方式呢？麻烦讲互我知影一下，麻烦大家甲我多多支持，甲影片传出去，互大家看到。咱做伙共心为咱台语的文化做出贡献。最后，大家若有啥物想要了解，还是想要听解说的台语歌，嘛拢会使甲我讲哦。安尼今日影片就到这，恁若是有介意，莫袂记去帮我试赞，搁来分享出去哦。还未订阅的观众朋友嘛，要袂记去帮我试一下订阅，然后还会记得拍开边仔迄条小铃铛，安尼才会当收到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Lisa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嘛欢迎大家来帮我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就再会。